1月11號的時候呢，我们接到黄金村的村民報警，在路邊發現一個佛頭。哎，來了，就是留着那頂釋迦牟尼的頭像。太好了，切口四字比例完全吻合，是不是可以安回去？不可以了，破壞是一種永久性的。那怎麼辦？還可以作為觀察文物嘛？因為那是不可再生的，雖然我們把它追回來了，但是它是不能再回去。當時心頭感到還是一種莫名的，就是一種痛惜嘛，非常的痛惜。